呢條係中二嘅聯立方程題目，佢設咗有 X 咁多名嘅男生，而有 Y 名嘅女生。咁啊，全校咧總共有960名學生喎。咁啊，可想而知咧 ，X 加 Y 一定係等於960啦。因為一係得男仔，一係得女仔啫嘛，冇人妖噶嘛。咁所以兩個相加等於960。好啦，第二個句子，已知男生比女生少24名。咁即係話女生 Y 一定係比男生多24名啦。咁所以呢 Y 減 X 就等於24啦。好啦，咁啊，即係答案係 D。